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4月11日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南韩的电子入境卡伫4月初10完成改版，甲原本中国台湾的标示改做台湾。台北市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模仔病例，卫生局目前已经列出300多位的接触者。美国甲伊朗今仔日要进行停火谈判，也这场战争嘛造成美国的 CPI 年增率加悬。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南韩的电子入境卡是一直甲咱标示做中国台湾，咱的外交部进前就要求要限期修正。也上新的消息是，在南韩的系统已经伫4月初10完成改版啦。外交部注意到，韩国电子入境卡已于4月10日改版，此举将有助两国民众往来与交流。外交部尊重韩方此次为便利旅客及简化入境流程所进行的系统调整，期待双方能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南韩的政府甲出发的所在，甲后一个要去的所在，这两家当中的中国台湾这个选项修改做台湾。咱的外交部表示讲，这对两国民众的来往是好的，嘛希望会当继续来深化双方的关系。换来看，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昨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因为讲到要建立这两岸和平制度，佮呼吁要加强合作来提升产业的发展。咱的行政院长杜英台就批评郑丽文，甲立场完全歪向中国迄边，是咧损害国家的利益。第10回过了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穿轻便的衫加牛仔裤，来到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参访，详细听对方解释新技术甲研发。这个行程，伊讲特别指定要来，因为一定需区台湾后一个复国新山伫倒位。今仔日伫中关村找到答案，希望两岸加强科技交流合作，也可以让台湾的产业全面的升级。我最常讲的就是你刚刚说的，两岸强强联手。如果两岸可以毫无政治障碍，那对人类的贡献不可限量。也有台商出现强调，北京市各级政府对台保证照顾要求必应，因为郑丽文主席克服困难来到北京，意义重大。广大的台商与台胞对未来的两岸发展有信心，未来两岸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两岸中国人必将做出胜利的选择。早起出席动工典礼的行政院长邓英台指出，国民党主席提出建立两岸和平制度，也毋过为历史来看，西藏、香港模式最后拢证明，无实力和平将结尾拢会失败。要追求的是有实力和平，佮批评向中共一边倒，讲中华民族的复兴是错误。中华民国的主权、台湾的前途，跟国人的自由民主生活，变成一种中国国民党主席拿去玩火的策略手法，而这样的既不利己又有损国家的言论，实在是玩火玩过了头。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早起第一场座谈会批评郑丽文主席的态度是反民主、亲共产、亲独裁，无表达台湾的主流民意，互人遗憾。我们反对中共军机军舰扰台和围台，我们反对北京对于台湾的国际打压。我们反对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民主社会持续的渗透和破坏，还有介入。陆委会指出，中共表明释放和平信息，有关一直使用武力协助台湾真正和平，爱靠实力和合作。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江批评陆委会民进党曲解两岸关系，佮呼吁来组讨。那认为两岸是国家国关系，就废掉海陆两会。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初10透早伫金门的外海发现一只中国船非法入侵，佮拒绝接受检查。不过海巡人员也是甲依法处理。在我们金门金沙田埔西北方2.4海里，也就是我们禁止水域内0.6海里的海域处，发现一艘中国籍的无船民渔船。那初步清查，该船有2名中国籍船员，渔获1批。那无相关的猪肉、牛肉制品。海巡署强调，像这种无船名、无证书嘛无登记的船，毋但威胁航行安全，嘛是中国扰乱的步数之一。目前已经甲人甲船拢带回去调查，会阁甲重罚遣返。
台北市已经加一个境外移入的麻白呢，伊捌坐运去信义区食饭。目前卫生局嘛已经列出300多位接触者。卫生局公布伊去过的所在嘛，提醒民众若是有症头，就要自我监测，出现相关的症头，赶紧就医。确诊的这个查甫人，伫咧发病之前，捌对万丰车站坐文湖线，伫中华复兴站盘车，去市政府站，搁再去信义区活动。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伊伫咧靠传染机的卡领，3月30信义区餐厅食饭了，坐捷运淡水信义线伫大安站转车，等去万丰便衣站。计两天暗时出门去便利商店，4月初再去坐客运去市区站，暗时搁坐捷运等去文山区，有设去便利商店。初二马暗甲初三中昼拢有去药房。目前已经匡列了383名接触者，而相关产业也已经完成清消。个案足迹重叠的民众，请自主健康监测18天。就医时也请主动告知接触史。台北市卫生局讲，出病会经过空气、水暖加接触感染，传染力正强。确诊的人伫咧出病的前后4天拢有传染到。这个查甫人自4月初1开始有亚型感冒炎，初3开始发烧加嗽，手面身体拢有红疹。看医生了，同步采检4月初8确诊。如果在密闭的车厢内，非常容易传染。得到麻疹的症状主要就是发烧、咳嗽、流鼻涕、流眼泪，从头、身体到脚出现一些红色的疹子。得到麻疹的人有时候会并发肺炎、中耳炎跟脑炎。医生建议30到60岁成年人，因为以前疫苗政策只敢做过一遍，建议一人各做一人，提悬保护力。因若60岁以上的族群，大部分拢捌自然感染过，身躯顶拢有抗体。记者综合报道。昨暗伫咧台中，警察发现一台可疑的车，要甲砸落来检查，想袂到这驾驶煞无愿意配合，随伊驶走。尾后警察甲人包围，搁伫咧车顶撬出毒品，移送法办。白色轿车卡伫车阵中，2名警员挖紧弄破窗。台中市车流量上大的台湾大道，初早暗9点外发生惊险的代志。台大安和往社区，台大往社区，右转安和路。巡逻警员原先伫西屯区青海南街发现这台可疑的车辆，烂早33岁少年驾驶技检逃走，伫台湾大道安和路口把风砸落来，佮脱逃，最后伫中清路3大去互围捕。给我啦！给他！绑起来不行吗？给我出来啦！车顶除了也有27岁姓吴乘客，也查获第2级毒品阿非他命甲依托米制混合第3级毒品加皮包，总重大约110公克。姓林查甫人经过检测发现是吸毒甲。经上前拦查，该车驾驶拒检逃逸，警方随即展开追缉，最终成功拦阻。当场查获车内林姓及吴姓犯嫌，并起出第2级毒品等为禁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技检方围捕抓起来，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妨害公务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菲律宾的移工伫咧网络买一支1万块的手机啊，不过后来却干那收到淡金啊，要申请退货，却搁互诈骗集团偷用伊的个资来甲促销。移工袂晓讲中文，甲警方求助，就直接敲互回应，才总算解决这件代志。查甫人向公公行入派出所，透过欢迎软体甲警员讲，伊是日前送出的退货退款申请，搁去互人促销，付出去的1万块台票，恐惊讨袂转来，互伊真无助。然后4月6号，他确实是有来电取消的状态，因为他就是4月6号发现，他怎么被取消这，他就再来报案，所以也没有他的亲朋好友帮他取消，确定没有，确定没有。如果有任何人再打电话过去，对，绝对不要再让他退，除非你可以打来我们这派出所求证。这名来自菲律宾的细路移工，初时已经到派出所报案，因为伊开1万，伫网络买手机，摕到包裹时发现内底只有2包淡纸巾。警员迄当时引导查甫人锁定退货，诈骗集团杀伫事后，利用查甫人伫网络买物件时提供的个资，搁敲到货运公司促销，好加在地警方强烈介入加说明，货运公司同意查甫人的退款退货申请。国难难以自行应对，黄元遂主动致电客服说明案情，并表示案件已由警方受理，要求未经确认不得再取消申请。
警方提醒，民众网络买物件时爱选择信用好的电商平台，避免私下交易以确保安全。为了协助来台工作的移工，劳动部也设置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会当24点钟受理咨询。申诉之外，也会当提供雇主甲移工中文参试过语言锁定通缉服务，会当及时为雇主甲移工解决语言沟通不便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伊朗今仔日要进行停火谈判，这场战争造成国际油价和原物料的价格欠悬。在美国3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有3.3%，一个月就加0.9%，是4年来起上侪。民众伫加油站加油，看到数字一直走，楼底下的压力正大。美国3家汽油的价格出现60年来上大的单月起爆。民众批评政府应对方法唔对，国际局势也处理得无好，上尾互国内消费者承受到油价加食品价格拢起价压力。Everything's just bad, especially for people who are retired and fixed income. And you go to the store and you can't afford to buy what you used to buy. Our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sn't really putting the thoughts and lives and the best interests of Americans first. It's really how they look, how powerful they look. 伫上新的统计，全美国3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加3.3%，一个月增加0.9%，是最近4年上大的起爆。伊朗战争造成石油运输通道荷姆斯海峡封锁，全世界原油供应正严，价格大起是主要原因。专家讲，就算是危机正紧就结束，通膨效应也是继续一段时间。But even if we completely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will take months for oil, gasoline, diesel, and other commodity prices to get back to the pre-war levels, just because there's a backlog of supplies during this blockade of the last 40 days or so. 战争所引起的能源冲击已经改变美国原本慢慢伫咧降温的通膨趋势，电子货伫咧短期内要降息的可能性愈来愈少。国际货币基金也警告，伫后礼拜开的春季会议会调降全世界的经济成长预测。公司新闻收会中编译。面对欠工的问题，劳动部表示讲，头一批印度移工上紧今年就会引进，不过有民众都提案要求暂时卖实施，而且已经超过7000人福利。劳动部表示讲，会过来评估看卖。伫台湾工作的印度人蒲潘德，伊15年前来台湾考大读化工博士，算是外国专业人才。互国内有名的工程公司请去做，搁去外省的在台部门做，长期观察台湾工程运作情形，了解台湾欠工的情形，也认为印度移工有优势。有一个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是做案子，是一定要，因为台湾没有人在做案子，是台湾一定要人。从国外人来这来台湾在帮忙。劳动部长洪新汉最高伫立法院讲，第一批印度移工上紧今年会当引入，希望会当5%用直聘。大家伫咧讨论，有民众催生伫咧公共政治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要求政府先确保国人治安，无限期暂缓引入印度移工，有超过7000人获基已经成案。多时间去认识这些外籍的移工也好外籍学生也好让他们也更理解台湾文化，我们共同在这个社会上一起彼此相处一起付出我们的专长。一直伫咧协助印度等国家在台侨生，也有在台工作者的李三才，伫咧苏台开咖啡店，当作南亚加东南亚文化的交流讨论空间。伊认为增加对印度文化了解正重要。专家讲，台湾欠工严重，会当考虑引入印度移工。不过对印度移工的问题，劳动部讲会考虑产业的需求，不过也会考虑个人的关心，一个配套的环境，这3方面做充分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的香山运动馆去年才打启用，最近却予人发现讲，这游泳池的天棚已经翘起来，甚至升高。伫咧水池内底，阁有这规地落去的油漆。市府表示讲，会赶紧请厂商针对这个问题来改善。
民众趁假日休困来游泳池运动，不哩个边仔水疗池顶悬的天棚有垃圾又有石膏。当地议员指出，才启用无1年时间，香山运动馆竟然出现这款状况，要求市府相关单位应该负责任。游泳池旁的水疗区，它的天花板大面积的剥落、发霉，漆面甚至直接掉入池里，这是公共卫生的严重危机。当初的防潮工法和验收到底有没有做好把关？是否应该要立即要求厂商来在保护期限内做好维修？对我来讲是不太影响的，只要没有安全上的顾虑，我觉得都还好。我是有听人家讲说这样，可是我没有觉得可能就是小部分有怎么样的。议员讲有家长反映带囡仔去参加游泳课，说因为游泳池无药剂通用，迄个水质无合格，造成停课，害大家白走一抓。市府回应也要求厂商赶紧改进。是否已请厂商规划进行改善修补，并同步因应材料特性或环境因素，如高温高湿等原因，要求厂商依契约负起保固尽速完成修复，确保设施品质符合应有标准。市府指出，后续会针对游泳池的欠点，要求厂商赶紧进行相关改善工程；来针对部分缺失，要求相关单位爱做好管理，和民众一个舒适运动环境。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花莲的国军英雄馆伫咧2年前大地震时受到严重的损害，官府甲拆除了后，目前是暂时升做停车场。不过，就议员认为讲，这片土地是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希望官府的规划会当以原住民为主。花莲国军英雄馆上早会当追溯到1929年，迄当时是在地阿美族人募资兴建的阿美族会馆。伫1987年改建做国军英雄馆，伫2004年控诉03大地震毁损了后，伫2005年拆除，即马加做停车场。在地阿美族议员认为伤可惜。严格说实在，真的是原住民的地，在历史上那是不可以抹灭的嘛。那我们现在要补救啊，补救的方法当然不是给个人。那我们希望能够再创造新的东西，能够延续它的精神。议员强调，这个所在是原住民传统领域，希望官府未来会当将这个所在建成原住民博物馆。官府定会也爱评估。它在地震带上，它刚好这个建筑物倒掉，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评估这一块土地它到底能不能盖，甚至。周遭或者是社会大众对这块的期待。附近民众认为，这个所在生活圈族群早已经多元化，未来若有兴建大楼的可能性，竟然唔通局限只有原住民。我是希望能够一部分拿来做停车场，那一部分因为花莲比较缺那个室内的亲子游乐馆，那我希望能够往这个方面走，我觉得会对大家会比较有利。官府强调，包括市区中庆路、信义街口已经拆除的原住民会馆，未来要安怎使用，拢也爱搁做可行性评估。也毋过，公有土地是原民传统领域，伫历史上未当抗拒的因素，尊重原民意见之外，也爱兼顾其他族群。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基隆女中创校102周年的校庆。讲到基隆女中，因最近这几年主要拢是咧推动特殊选材甲翻新计划，嘛透过提升教学品质的方式来吸引学生。创校102年校庆庆祝大会，基隆女中3年级的苏同学伫台顶唱歌，不过伊讲以前伊是唔敢伫咧台顶唱给人听，胆子比较没那么大，所以但有这个机会，而且下面有很多朋友，所以觉得还好。我觉得最有样的地方就是每年很多运动会、校庆，就是学校都很认真的办活动，然后也给我们很多机会可以表演。功课以外学习也真丰富。学生对学校评价袂歹，离毕业也过2个月，真侪同学已经录取还签计划，变做准大学生。我是东华大学国企系。第一个离家比较近，而且会考分数刚好也可以拿奖学金，所以就进来。今年的繁星推荐方面已经达到78% 的录取率，好，那国立大学以及医学大学也来到47%。校长林三伟讲，基隆女中几多年来主要方向是特殊选材，一个还签计划，效果袂歹，也用提升教学软硬体加交通接驳，将在地学生留来吸引上北的学生。他们就多一些
分数大概在中端社区高中的国中阶段表现是比较普通，可是到了今年蛮有机会去上顶大中正杯以上的比较好的一个大学。贵人路中这几年的总招生名额差不多450人左右，优先免试有150位，其他就爱自基北区免试的广度，因为一寡学生较爱去台北市读，一个少子化，即嘛报道率差不多是要到6成。校长讲真辛苦，不过也是会继续努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土，多数的人可能会想到种花、铺路等等的用途。伫英国伦敦，就有一场特别的展览，介绍超过600种会当食的土，而且来参观的人，阁会当试食，感受看卖是虾米款的滋味。正细致，甲汤匙内底物件放入去嘴内食，有人摇头革面，因为唔是食好料，是食土。So the one that I'm holding in particular. Is Diatomaceous Earth, which is from Mexico, and it's the one that you can actually taste in the exhibition as well. 伫伦敦萨默塞特举办的食土博物馆特展，唔那是人看到艺术家加研究者长期收集来自44个国家超过600种会当食的土，一个会当现场试食其中2种，丰富矿物质的色素土，一个自冰川电子杯内面提出来德国疗愈土。讲到食土，大家拢感觉奇怪，不过主办单位讲，食土的文化已经有几百年啊。So there's different reasons that have been documented across different geographies. Some of it is to do with cravings of pregnant women. Some of it's to do with medicinal reasons, religious reasons, for digestion as well. And it's quite similar to how we think about soil and vegetables because they're all kind of growing as part of the same ecosystem. 大部分第一遍试食土的人拢讲，土的味比想的还会当接受。I think how normal it was. I expected it to be something kind of crazy, very crunchy, very different, but it really was a normal food experience. The taste wasn't drastically different, and also just realizing how I can put it into everyday life. It's a lot more simple than what I thought. 对生存手段到文化艺术，食土博物馆用一汤匙的土，重新串联人类加土地饮食连结。不过想要食土就要看机会，因为这项展览只敢到4月26就要结束。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韩国真出名的男子团体 BTS 展开全球巡回演唱会，头一站就办伫咧韩国的高雄体育馆。虽然有落雨，不过超过4万的买众也是非常热情。南韩人气天团 BTS 继4年登来到舞台顶悬，因就会规度早新的专辑《阿里郎来》，而且启动共名全球的巡回演出，会造访全球34座城市，举行85场的演唱会，是 K-pop 史上上大规模的。BTS 伫7月来到第一站南韩的高雄，我是队长 RM 出席的所在。虽然迄天是落大雨，买种同款是真热情，真侪买种都连穿雨衫，嘛换代表 BTS 的旗仔色，阁有真侪人是对海外真远的所在飞过来。都是为着要看偶像。I am so excited to be here. I feel like we've waited so long to see them all together in 7 on stage as a production. I don't think I have any words that can describe how I feel right now, to be honest with you.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it because I'm waiting for this time for a long time. Yeah, and I think BTS' first concert is a huge activity, so we are all really excited about it. 这场演唱会是声超过4万人到场，有买众虽然是无买到入场的门票，同款是伫咧会场的外口，和内面传出来音乐做伙感动合唱。因为伫韩国查甫人是必须要做兵，真侪查甫艺人是伫咧做完兵了后，才阁转来演艺界，定定拢无法度阁保持真正的人气。不过 BTS 敢若是完全无这个问题，因伫3月1日首年公化门的回归演唱会顶悬，同款是成10万的买众到场。新专辑《阿里郎》除了伫 Spotify 顶真侪排行榜拢是前几名，嘛连续2礼拜是出现伫美国的告示牌200大专辑榜顶悬。有专家分析 ，BTS 这摆巡演的收入表现，甚至有机会超过泰勒斯伫2023到2024办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公司新闻优派准备役。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
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为25度到29度。外岛地区是19度到28度。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